金像影帝張家輝最近咧就將佢持有咗9年嘅中半山豪宅，以1.3億嘅天價成功變現。雖然計埋啲雜費咧，帳面上咧有少少嘅調整，但係好多精明嘅投資人睇完呢單新聞之後咧，反而得出一個結論，就係香港嘅核心資產抗風險嘅能力真係非比尋常。呢套物業咧係張家輝喺2017年以1.31億買入嘅。過去呢9年，全球嘅經濟經歷咗幾大嘅周期波動啊！呢套物業喺今日變現，整體資產嘅波動幅度竟然連5%都唔到。而最關鍵嘅係咧，而家喺市場觀望情緒咁濃厚嘅情況底下，依然有頂級嘅買家願意拎出超過1.3億嘅真金白銀去承接，呢個就係成熟市場嘅魅力所在。點解高淨值嘅人群咁睇重香港嘅房產？一係流動性，相較於好多常規嘅市場，過億嘅豪宅一旦遇到調整期，往往會面臨有價冇市、難以變現嘅困局。香港嘅核心地段要價格合理，隨時有全球資金池嘅買家準備入場。二啦係全球資產配置嘅價值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實行普通法係於資產產權嘅保護係非常之完善嘅。依家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嘅情況底下咧，香港核心地段嘅物業，本質上唔係單純嘅買樓炒樓，係將手頭上嘅資金配置成為一種極具抗通脹、抗波動能力嘅優質資產。所以話咧，真正嘅富豪往往更加睇重資金嘅安全性同埋流動性。但係咧，呢鋪操作睇落嚟咧，好似放低咗少少嘅利潤，而實際上咧係成功將資產安全鎖定。面向未來，香港嘅優質物業依然係環球資金非常認可嘅財富避風港。想問下啦，如果你有充足嘅預算，你會選擇將資產留喺本地啊，定係配置去香港呢類更加成熟嘅市場？留言喺討論區討論下，讚翻住我，你用財經嘅角度睇清楚資產真相。